今日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1年8月初1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50篇16节到23节，撒母耳下传12章15到25节，以弗所书第4章17到24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是基督内的新生命。伫礼拜日主日的信息，神学生林同学提到着彼得受呼召的代志，彼得的生命的改变，伊对一个骄傲、毋知影通感恩的人，变成做一个谦卑认罪的军队者。毋但安尼，伊阁接受着耶稣基督迄种得着人亲像得着鱼的呼召，成做耶稣的军队者、门徒，甚至是使徒。甲基督徒，咱必须爱会通知影咱的生命必须要有改变。事实上，生命的改变袂当像做亲像迄个变魔术安尼，一个就改变，完全无共款。其实新的生命的这个形成是需要时间，需要慢慢来改变的。这有一定的过程啦但必须爱被改变，这是一定的。如果咱若无改变的时阵，咱就会真可能亲像耶稣基督的使徒犹大共款。诗篇50篇16节到20节的经文安尼甲咱讲，但是上帝对作歹的人讲：恁有甚物权利来陪我的改变？你是甚物人，竟然来谈论我的约？恁厌恶我的管教，拒绝我的命令。恁拄着强盗就甲伊做朋友，恁甲淫乱的人共做伙。恁的喙齿随时讲歹话，恁的嘴四界讲白贼。恁随便诽谤家己的亲人，专门因来作歹来安尼甲要求，这拢是生命无有改变，或者是讲无有被改变的人才会安尼做。真侪人伫咧读圣经，读到大卫甲乌利亚的太太的时阵，咧讲着讲这个囡仔因大卫甲这个乌利亚的太太所生的囝有甚物地带呢？伊是足无辜的啦上帝却互伊死啦但是咱慢慢来论上帝的态度啦上帝所讲的话，咱倒转来看大卫安怎看这项事。伫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大卫回答伊的奴仆讲：是啦，囡仔活地的时阵，我禁食哀哭，因为我知影上帝有可能会怜悯我，无互囡仔死。即摆囡仔死啊，我为什么要去禁食呢？我会当互囡仔活过来吗？有一天我要去到伊遐，但是伊永远无可能倒转来到伫我遮。大卫安尼的想法，因为伊知上帝才是生命的掌权者。上帝是毋是要保守看顾伊伫迄个决定权伫上帝的手中，无在伫大卫的手中。当囡仔还未死亡的时阵，大卫伊认为讲伊还阁有机会来求上帝施落怜悯，但是是用上帝伊家己来做主。一旦囡仔已经死亡，就是禁食哀哭，嘛袂当改变事实。安尼生命态度就好像亲像耶稣基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耶稣基督讲：爸啊，若是通，求你将这个杯离开我，但是毋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意思。这就是大卫王伫犯罪得罪上帝了后，伊生命的改变。当伊贪恋乌利亚的某的美色的时阵，伊掠做家己会通来操控一切，
包括乌里亚的性命。但是事实上，伊对性命是无有办法来掌握的。伫基督的新性命内底，必须爱亲像大卫王共款，面对家己的错误，并且愿意承认家己是不足的，然后将性命的主权交予上帝，就是安尼改变。保罗甲以弗所教会所写的这个批信内底安尼讲。我现在奉主的名，心中来考劝恁，毋通过着过去亲像外邦迄种的生活，因的思想是虚假，心内底黑暗，对上帝所赐的性命来隔绝，因为因全然无知，因安尼真骄傲，因丧尽所有念体的心因放纵私欲，无拘束会来做逐项歹代。这是保罗咧讲爱弃旧的这个部分，然后后壁才是更新啦。20节因咧讲，但是恁对基督所学的却毋是安尼，恁无依我所听到这一事来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到伫耶稣内底才有诶真理。那安尼，恁着爱褪落来迄个意向，互恁伫生活中间会腐败诶旧我。迄个旧我就是对伫私欲诶引诱来腐败家己。恁诶心思意念需要更新，着爱穿即个新我。即个新诶我就是照上帝形状所做诶。来表现伫真理所产生的正义甲圣洁顶悬，这就是亲像保罗写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所讲的，伊讲旧的代志已经拢过去啊，一切拢变成做新的。这是伫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咱伫基督内底受到新的恩典，就必须要活出新的样式，将旧的无属伫基督样式的性命来放杀，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但是事实上，咱咧讲的这个新创造的人，伫信仰内底咧讲的，这并毋是新的。照今仔日的圣经甲咱讲，是爱倒转去伫上帝所创造的迄个形，迄个形就是原来的形，是脱去因为亚当所带互世间人即个罪性。倒转去伫上帝原来创造咱，是迄个真水的生命，对咱来讲是一个搁活搁新的生命，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赏赐互咱的。虽然全世界经历了武汉肺炎1年偌久的时间，咱有看见侪国家对非常严重的疫情来降低到伫解封，但因却无对心底迄个心态来改变，因无改变因的生命的状态。因此，咱看见有侪国家解封了后的这个速度伤过紧，人民配合的程度不足，造成即这个疫情佫再度爆发。这拢是因为生命无有更新，因佫是维持过去无疫情的时阵迄种生命的态度。最近咱拢咧看东京的奥运，即回中间有看见，也有发现侪台湾的选手已经改变迄种过去参赛迄种的态度，无搁再掠即个比赛要为着得奖来当作唯一的目标，咱是享受伫迄个中间。咱有看见侪选手，无论是输或者是赢，因拢非常的享受伫迄个参赛的即个过程的中间，有真水的参赛的态度。
其实这是真值得咱来学习以及被提醒的一项事。特别亲像基督徒同款，咱得到恩典，咱得到主的呼召，咱就必须爱活出蒙恩的新的生命，是伫基督内底新的生命。咱毋通活伫过去迄种错误的信仰生命的态度内底。咱爱用这个新的生命，造就一个真水美好的见证。